继续听到蔡梦老师来做협比按摩36师那个术前要做个EP 动作EP 动作就会前面从40公分高的顶的坐在当方俺那个身体双身要正侧一个让做宽条线肩膀放松全身放松，个手呢靠个底下的抬腿最主要就抬腿同小腿个保持90度如果做个T20式按揉迎香迎香穴在鼻翼两侧大概这个位置那我们也是用这个拇指扣住食指。然后用这个指节指节的部分，然后我们按在这个迎香穴这里我们做比如左手就是旋转可以做36次，1、3、4、5、6、7、8、9、10、11、12、13、14、15、16左手弯右手也个迎香穴没有。按到都曲式的位角会有酸痛的地方1、2、3、4、5、6、7、8、9、10过后呢，左右以后都可以两手向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那个迎香最重要因为最近那个健康报道你讲个老年痴呆第一个就是什么嗅觉会出问题所以那我们这个嗅觉出问题就是我们闻不到香味香味到了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海马体杏仁核它没有感觉那海马体跟杏仁核是什么？杏仁核是我们情绪的记忆海马体就是一般的记忆那假如海马体跟杏仁核跟我们嗅觉鼻子的嗅神经这些只要失去联络，那这个是老年痴呆的前期所以我们平常呢就多注意一下按摩迎香穴36次然后酸像这个你按到正确位置会感觉会酸那这个要注意一下那23式是摩洗脸部黑巴用个摩洗脸部那个像猫的洗面一个梳妆好一个面铺面铺都安尼对脚向东方嗰种安尼洗面洗面的样子做36次因为那个地球的地心引力会将那个肌肉脸皮脸上的肌肉往下拉那我们趁这个机会就往上向东方嗰种安尼洗面洗面就做36次还有时间都做72次108次都可以那个面铺的我们有6个阳热经络就是膀胱经三焦经还有胆经大肠经小肠经这些都经过脸部所以我们不觉得冷像我们冬天衣服做个多衫铺但是我们面铺不是用个布来遮住所以那个都因为我们面铺呢有6个用心那个经络经过再过来我们如果做缺盆缺盆都提一个锁骨的肩膀锁骨的中间一个凹下去的地方那你用食指、中指一个按揉一个是胃经
缺盆是胃经的经过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按揉这边，啊，对个胃肠哈，消化也得到改好啊，啊，做数片分36次哈，1、2、3、4、5、6、7、8、9、10啊，啊个弯数啊，我们同样哈，那个中间呀，啊，那个一个沿腹嘅锁骨呀哈，先落去哈，那一般哈都会算哈，譬如讲你嘅肩颈啊，你嘅肩膀哈或酸痛哈，大部分都也嘅讲那个50肩啊，啊50肩呢都也个穴道可以重要啊，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啊。过来复习一下哈，就是迎香哈，迎香就在鼻翼两旁哈，大概一个手指这个位置哈啊，都用给拇指哈，拇指扣住食指，然后表面有个迎香穴哈，啊那个旋转啊，1、2、3、4、5、6、7、8、9、10啊，过来完就数。1、2、3、4、5、6、7、8、9、10啊，过来2遍哈，1、2、3、4、5、6、7、8、9、10啊，一个迎香穴哈，quite重要哈，尤其个老年痴呆quite多哈，故是安尼不时都去按摩迎香哈，啊注意这个嗅觉哈。假使嗅觉还有问题的时间，可能都鼻塞啊，鼻塞我们就可以做鼻子的按摩啊。然后我们再做复习摩洗脸部哈，脸部是用2个手掌哈，调分给面哈，面啊为脚下呢向东方哈，嗰种嘅洗面用嘅哈，啊，反正做36次啊，一个数字哈，可以啲屁股呀。向东方啊，个下来啊，做36次，还有时间都做70次哈，做108次都可以啊。也个都我哋摩洗脸部啊，个接下来都24次缺盆哈，缺盆都贴那个手骨哈，我哋肩膀手骨也个凹下去哈，就这个弧度的最角落这里哈。然后我们用左手啊，先按摩1、2、3、4、5、6、7、8、9、10啊，弯数啊，我们同样这个位置啊，这个手骨也边啊，差不多肩膀的中间呀，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啊，那个30哈都quite重要哈。脸部的按摩啊，迎香穴啊，脸部有6个阳的经络经过脸部，所以我们冬天啊，虽然天气很冷啊，但是我的面铺哈。唔会感觉quite寒、quite冷啊，也都因为有个6个阳经哈，就是膀胱经哈、胆经、胃经、大肠肠经，还有三焦经啊，要经过我们的脸部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些脸部的穴道按摩啊。那我们这个这3次之后，我们接着会做连续的动作。那也是一样哈，我们做完这3次以后呢，我们也做一个收工啊，收工就是适量数哈，给塑造放在肚脐特显啊，做个腹式呼吸哈，都透气哈，1、2、3、4、
76伊腹式呼吸腹式呼吸有2个好处伊咧都增加咱的肺活量肺活量可以100、200到300英镑都可能第二都横膈膜上下消化系统生殖泌尿系统因为我们做腹式呼吸呢我们是吸气向前，吐气向后这样它的5脏6腑的运动会比较够我们都做多呀大家做真好基本都多呀什么呢？